最近美国加州洛杉矶火烧山的情形是真严重，目前当局已经发布真罕见的 PDS， 也就是特别危险的情形。目前山区上大的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，有火灾专家讲，上介危险的时阵是伫咧14拜日。现此时火烧遮尔严重，想袂到这个时阵竟然有歹徒趁这个时阵来抢劫、绑架卖物件，甚至是共诈骗。即马已经有30多个人去互抓起来啊！洛杉矶的野火这边已经拍花，那边阁继续烧，尤其回归强风，将会造成正大的挑战。目前4个火场总共破烧超过160平方公里，面积比旧金山还阁较大。93早起，太平洋传来大火，控制11%，而且有部署超过5000位消防员。伊段大火27%被控制。这个地区部署超过3000位消防员，敢若是这2场大火范围就有153平方公里。美国国家气象局正罕见的发 PDS， 也就是特别危险情形，有照14拜日透早4点，南加州有极端野火风险。The anticipated winds combined with low humidities were absolutely better prepared for this coming PDS, the severe fire weather event. PDS 上早是用伫咧针对中西部地区的零光风警告。10几年前，气象学家建议将使用范围扩大到冰雹、大水加飓风，即马又搁扩大到野火。洛杉矶即马是伫咧上高级别的红旗警告，风速1点钟80公里，山区阵风时速113公里。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is predicting close to hurricane force level winds, and so we're making urgent preparations. 有人认为是洛杉矶大火领事的南加州爱迪生公司13被指控，因为设施有一个导体倒来，引起伊顿大火。南加州爱迪生公司确定因被调查，不过讲唔知影是火灾先发生，也是损害先发生。另外，目前灾区伫咧当局确定安全的情形下，开放民众登去厝看卖咧。真侪人是无家可归，只好找所在设厝。不过有人趁这个机会乱起价，甚至诈骗。地主官员讲已经逮捕30几个人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